人就真容易感冒，所以真侪兄弟姊妹检查身体上也较无遐好势。总是呢，感谢上帝，今仔日有真侪兄弟姊妹，大家人拢三甲做用心来到伫主的面前，相信上帝会接纳。有一天早起的时阵，我起来我就常常想着一个代志，讲咱教会这兄弟姊妹对我牧师来讲礼拜日是阮的上班时间嘛，对无？某一部分来讲就是安尼。但是咱亲爱兄弟姊妹，毋是来上班，是抱着一个敬虔的心来敬拜上帝。迄一天早起迄个礼拜早起我足感动的。我就想着讲，圣经内底应允一样代志，因讲耶和华。人讲咱往耶和华的殿去，阮的心就欢喜。我为了安尼，真感谢上帝，感谢兄弟姊妹。咱感谢上帝，看见这个城市，因为有咱的兄弟姊妹咧守望咧祈祷。你知影，阮最近的时阵阮遮在这个五妃街含迄个西门路长头挖角迄个所在出现一个。天坑要怎么说？天坑，好啦，随在咱讲，随在咱讲。哎啦，买手的时阵车就落落去嘛。落落去的时阵就请吊车来吊嘛。结果想吊一个无够偌好势迄个工地迄个天臂就迄个啥吊臂。迄落悬的，迄上少迄可能5、6楼悬，搁较低。迄个时阵伊就因为地层下陷搁崩去所以位的所在怎呢？对这呢砍落来。你知影迄厝起伫遮呢厝起伫遮嘛对无？了迄吊臂伫遮。其实这厝甲吊臂应该伊若安尼倒落来的时阵伊是会砍着厝的。但是真奇妙的是伊倒落来的时阵伊倒落来的时阵毋是安尼直直倒落来，伊倒落来的时阵是车一个角，所以怎安尼砍落去？砍落去的时阵伊的倒平面拄好为人的人家的所在遐闪过，真正闪过一旁。迄一天我拄好位遐过我拄好位遐过的时阵我头先是敢若看到迄个。警察车头前后壁就伫西门路遐炸一台警察车，了后搁另外咱永福路这边炸一台警察车。我拄好位遐过，我就想讲奇怪，无阮台南市是搁发生枪击案还是无？来遮一台警察车，结果买手的时阵才知影讲毋是迄个问题。我转来了无偌久我就看到新闻快报就人就随发互我了后就是看讲迄吊臂安尼砍落来。我真正感谢上帝讲因为你知影，咱对着3月初4开始，就有真侪人咧为咱台南市祈祷，咧守望。咱一定爱为着台南市祈祷甲守望。台南伊有一个云顶，亲像母亲的母腹，伊会孕育出来上介水的，但是伊嘛孕育出来上介歹的。你知影？若要研究台湾的历史，毋是对台北研究，是爱对台南研究。因为台南是母腹，是文化的开始。包括各种的，无论是基督的信仰，无论是郑成功的信仰，你其实会发现，拢是对台南开始。所以，咱爱为着台南祈祷。咱的祈祷毋是除了为咱家己祈祷以外，咱爱一定爱会记，就是一个城市若是平安，咱才有可能活得平安嘛。所以你去任何倒一个所在，咱都有一个责任，就亲像咱住伫这个家庭，咱对咱的家庭有责任；咱住伫这个城市，咱爱成做这个城市的祝福。阿伯拉罕搬去到倒位，迄个所在就因为阿伯拉罕得到福气，咱是阿伯拉罕的子孙。但以理互人掠去外邦，外邦就因为但以理得到福气。末底改
互人掠去伫外邦，因为伊甲上帝三甲同工，迄个国家就因为伊来得到兴盛。所以你会通看见任何倒这样代志，若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属上帝的儿女伫遐，迄个所在就会得到平安，就会得到福气。所以咱是平安的使者，咱是要互城市得到祝福的，要互人透过咱来认捌咱的主，咱的上帝。所以咱这个时阵三甲做伙来祈祷，为着咱家己会当真侪城市的祝福，真侪平安的使者，咱伫主的面前来感谢。主耶稣讲，咱就是这个城市的光，咱就是这个世界的盐。咱就伫主的面前发挥这款阳光的功效，就发挥这款互人好好的功效。咱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主，阮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会听到阮同在，使阮伫阮的身上，互阮会通伫上帝你的祝福甲恩典内面得到平安甲照顾。阮一直为着这个城市咧祈祷。主，我们感谢你，毋是阮有能力来为着这个城市祈祷，是上帝你亲自呼召阮、使用阮、邀请阮，同齐进入伫这个国度内底，三甲做伙来祈祷、来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的信息直到万世代。主，阮真正经历到，伫你受气的日子。你犹原用怜悯为怀，伫阮当中，你悬悬压起，轻轻拍落。上帝啊，怜悯阮，赐阮帮助阮，互阮伫你的疼痛、伫你的照顾内面，甲你同心同行，互阮晓体贴着主你的心意，进入伫上帝你家己丰富的画面恩典，甲你对着这个城市。对着这个世代的心意，主互阮实实在在会当去了解，会当去明白，通叫阮伫主你的听内底，甲你同心同行。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乎你，愿你的平安赐恩伫阮的内面。感谢主，你来引带赐福，互阮亲爱兄弟姊妹，伫今早起的时，阁有这个恩典，有一款的心来到上帝你的殿中。主啊，你讲，若有人疼你，这个人是你所认捌的，是你所疼痛的。伊疼主的心，不但是回应主你的疼，主你讲，你也要接纳因的敬拜，赐恩伫因甲因的家庭。主啊，感谢你，将上赞而乐荣光归乎你，因为你是迄一位疼痛阮的主，引带阮的主，赐恩教示阮的主。为着要互阮会通实实在在，是这个城市的光，是这个城市的盐。通过你甲阮放伫这所在，这个所在会通对上帝你来得到祝福，是因为阮甲你同心祈祷，愿荣光归乎你，平安归着你所疼痛每一位儿女，赐恩伫阮，互上帝你的名，借着阮见。正伫这个城市，愿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江伟兄来报告，谢谢。啊，这平安。平安，非常欢喜，这都是美好一日。消息报告，今仔日3月7日，儿童主日，师生甲家长一同前往鸭山大蝴蝶生态农场举行户外礼拜，敬请兄弟一同为所有行程平安顺利来代祷。第二，感谢主的恩典，恭喜叶天赐、王卡如兄夫妇伫3月7日。望主赏赐一个查甫婴仔，母女平安。愿上帝赐福世囝伫主听甲真理中来成长。
第三，恭喜周佑聪、沈伟尊夫妇的查某囝周木喜满月。今仔日准备有满月鸡卵糕，甲兄姐共同分享，愿上帝赐福。第四，感谢各位兄姐长久以来为明公园牧师宣教的奉献甲关心。明牧师表示，现在已经伫美国牧会，所以就请毋免搁再为这个科目来奉献。对即日起，若搁再有为这个科目奉献的，就转为教会建堂基金。第五，3月7日到10日每拜日拜信教会年度总会大会伫苗栗西湖度假村举行。廖牧师甲所新闻执事将前往参加，请兄姐同心代祷守望。第六，3月15拜五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九祖堂举行，敬邀兄姐一同参加，同心为国家城市祈祷守望。第七，3月23礼拜六，超济马雅国宣教的宗业，台湾基督教信仰找紧的之旅，报名到3月17止，要参加者请到消息公报栏群组内填报名。第八，3月31日月节主日，将要举行洗礼式，愿意接受洗礼者，请向牧职同工报名。以上报告，敢有补充报告？咱这时请牧师。迄个两位亲爱兄弟吼，今仔日下晡中昼的时阵，牧师甲要去这个参加总会大会。原本圣文已经有报名要做伙去，但是圣文伊这2天的时阵重感冒，所以就无法度去，所以请为着圣文祈祷。伊昨昏敲电话来请假的时阵，听伊的声真。片声真重，人感觉有较虚，所以请为着圣文祈祷，谢谢。好，咱下面的诗君三甲做伙来敬拜。咱请三甲做伙起立，同齐来吟唱这首诗歌。恢复敬拜，主，阮的心较无你的充满，空闲的所在，期待互你灌压。对攀远到应允中的丰富，期待春雨降临。的心较无你的充满，空闲所在，期待互你管压。对攀远到应允中的丰富，期待春雨降临。主，阮的心较无你的充满，空闲所在，期待互你管压。对攀远到应允中的丰富，期待春雨降临，降落你的营养。结情意伫传递，恳求恢复荣耀这段，来恢复阮的敬拜。主，阮的心，主，阮的心，较无你的充满，空闲所在。期待互你管压，对
远到应云中的风雨，期待春有降临，降落你的荣耀，洁净一直传递，困求恢复荣耀这段，来恢复阮的境，降落你的荣耀，降落你的荣耀，洁净一直传递，困求恢复荣耀这段，来恢复阮的敬拜，降落你的荣耀，洁净一直传递，困求恢复荣耀这段，来恢复阮的敬拜。愿打谦卑，愿打回转，徛伫破空中祈祷困求，奉献生命，领受呼召，顶起这段恢复敬拜。愿打谦卑，愿打回转，徛伫破空中祈祷呼求，奉献生命，领受呼召，顶起这段恢复敬拜，降落你的荣耀，洁净一直传递，困求恢复荣耀这段，来恢复阮的敬拜。咱这个时阵三甲做伙来祈祷，亲像这个诗歌内底所讲的，主啊，你赦免阮拢总的罪过。当阮越头来敲找你的时阵，主恳求你施恩怜悯帮助阮，互阮会通重新起造迄个敬拜的这段，实在对心内底对你的敬拜。咱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全能的主，阮的上帝，你的听，你的能力，你要来改变阮，来更新阮，来医治阮，互阮进入上帝你的丰富，进入上帝你的同在。主啊，阮为着阮家己在你的面前祈祷，亲爱圣灵，恳求运行伫阮当中，洁净我的心，洁净我的心。主啊，赦免我拢总的罪过，医治我一切的病痛，无论是肉体，无论是心灵。主，你亲自伫我的身上动迄个属灵的手术，互活命伫你的内底得到更新，互灵伫你的内面，因为上帝你的同在，互阮迄个心灵来得到清洁，我伫你的内面得到更新。要我来帮助阮，来帮助阮，来引带阮，互阮伫你的内面，会当对你的心思意念来行，因为你是属性的，你是独一一个先圣的上帝。阮伫你的内面，甲你三甲同行，主啊，来充满你的百姓，来更新每一位徛立伫你面前、爽伫你面前的兄弟姊妹。多多你，互阮心意更新变化，互阮会通甲你三甲同行。主伫你的内面，我们得到更新，因为伫你的内面得到荣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的心较无你的充满，狂喊所赞，期待互你关爱，对他
远到永远中的丰富，期待春有光明，讲到你的荣耀，结情一直传递，困求恢复荣耀这段，来恢复阮的敬拜，讲到你的荣耀，结情一直传递，困求恢复荣耀这段，来恢复阮的敬拜。愿打欠兵，愿打回转，徛伫破空中祈祷困求，奉献生命，命受护掉，定期这段恢复敬拜。愿打欠兵，愿打回转，徛伫破空中祈祷困求，奉献生命，命受护掉，定期这段恢复敬拜，讲到你的荣耀，结情一直传递，困求恢复荣耀这段，来恢复阮的敬，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要看见，亲像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一世代要看见你荣，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要看见，亲像摩西，我要看见，我要看见，一世代要看见你荣耀，愿打欠兵，愿打回转，徛伫破空中祈祷困求，奉献生命，命受护掉，定期这段恢复敬拜，讲到你的荣耀，结情意。困求恢复荣耀这段，来恢复阮的敬拜，讲到你的荣耀，结情一直传递，困求恢复荣耀这段，来恢复阮的敬拜，讲到你的荣耀，结情一直传递，困求恢复荣耀这段，来恢复阮的敬拜，困求恢复荣耀这段，来恢复阮的。
的心奉献给你，你堪受一切阿乐甲敬拜，用我的心，用我的灵，全人来敬拜，来阿乐你。咱着同心阿乐之关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物的主宰。咱着越头转来调见主的面，伊是掌管宇宙的。我的手，咱的君王，全地拢着归拜伊。我的主，咱的君王，你的权势只管无比。咱着同心阿乐之关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着吟诗伫圣殿来阿乐伊，伊是咱的主上帝。咱着同心阿乐之关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物的主宰。咱着活到转来调见主的面，伊是掌管宇宙的。我的主，咱的君王，全地拢着归拜伊。我的主，咱的君王，咱的团结只管无比。咱着同心阿乐之关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着吟诗伫圣殿来阿乐伊，伊是咱的主上，咱的主，我的主，咱的君王，全地拢着归拜伊。我的主，咱的君王，你的权势只管无比。嘿，咱着同心阿乐之关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着吟诗伫圣殿来阿乐伊，伊是咱的主上，我的主，我的主，咱的君王，全地拢着归拜伊。我的主，咱的君王，你的权势只管无比。嘿，咱着同心阿乐之关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着吟诗伫圣殿来阿乐伊，伊是咱的主上帝。咱同齐来感谢上帝，感谢主照顾咱到如今，感谢主赏赐平安伫咱的家庭，感谢主要路用咱的教会，真侪这个城市的金灯台，咱同齐开声来宣告来感谢，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将一切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俾上帝，因为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信实，要充满伫阮当中。所以，阮用感恩的心，将一切上赞而乐拢归予你。你要路用你的教会，要你的教会成做大有关联能力的教会。主啊，愿所以将一切上赞而乐来归予你。你要教阮三甲同在，要引带阮，要保守阮。哦，全地拢要来阿乐耶和华。因为你的名胜过可畏，愿感谢主，你的恩典，你的丰富，要你丰丰富富享受你的教会，和你的教会充满权能，和你的教会充满能力，是对上帝所来的权能、恩典、祝福甲听从。哈利路亚，感谢主，愿将一切颂赞而乐，拢归于你，拢归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的主，咱的君王，全地拢着归拜伊。我的主，咱的君王，你的权势只
关无边，咱着同心学了只管主上帝，利用慈悲宽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着吟诗伫圣殿来学了伊，伊是咱的主，伊是咱的主上帝，伊是咱的主上，伊是咱的主上帝。是咱的主上帝。全能的天父上帝，你的听，甲阮同在，赏赐恩典予阮，予阮人成做上帝你的儿女，伫圣殿当中来学乐，来敬拜，将一切颂赞感谢拢归于你。因为你堪受一切的敬拜甲学乐，也独独只有你堪受一切敬拜甲学乐，所以愿将阮家己奉献予你，祝你继续施恩帮助阮，予阮恢复敬拜的祭坛，伫阮个人、伫家庭、伫你的教会，互教会成做万民祈祷的殿，互每一位属你的儿女成做带着关灵服侍的和平使者，伫上帝你的国度受膏抹，伫你所互阮徛起的世代，是你的光，是你设立的盐，伫这个地面上祝福城市，祝福列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同齐用主教示咱的祈祷，同心来祈祷，请。愿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伫城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子今仔日赏赐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着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咱这是同齐来启应，启应文第10篇，启应文第10篇，我来启，请兄弟来用，何部分咱同心来上读。你赦免伊的过犯，遮砍伊的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既然心内无有诡诈，妖花无算做有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我点点唔认罪的时阵。因将人爱海，而骨头高大。我向你定明我的罪，无隐瞒我的歹。我讲，我要向妖花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你是我终身之处，你要保庇我脱离苦难，用得救的乐歌，四面宽赦我。歹人要济济受苦。唯独我靠妖花的表主爱，四面宽赦伊。恁义人应当靠妖花欢喜快乐，恁心内正直的人拢着欢呼。阿门。愿上帝赐恩伫每一位听佮行伊的话语的人。咱这时同齐掀开周报第4面。咱要来上读本周主要的3段经文。诗篇51篇，10节甲19节，以及箴言28章13节，申命记28章29节。咱同齐同声来上读，请。上帝啊，求你为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唔通放杀我，互我离开你的面；唔通对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互我犹原得到救恩之乐，使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甲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要归顺你。上帝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求你救我脱离老人会的罪。我的指头就关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互我的嘴唇擘开，我的嘴就传扬学了你的话。
你本无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伤济也无喜爱。上帝所要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心，你必无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去做耶路撒冷的城墙。迄时你要喜爱公义的祭，甲烧祭，并专心的烧祭。迄时人要将牛犅献伫你的坛顶，热砍家己罪恶的，必无形通。承认离弃罪过的，要蒙临俗。你要伫中道无所，亲像青梅伫暗中无所共款。你所行的必无形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咱搁再一届同齐来祈祷。主，阮的上帝，你亲自保守引带阮，伫你的听内底，互阮进入伫上帝你的丰富。你是主，是上帝，监察人的心肠肺腑，也要赐阮赦免遐离弃罪过、超找你救恩的人。主，只有伫你，阮才有得到帮助。你监察人的心肠肺腑，为着要拯救人，你用你的能力伫阮的身上教示阮、引带阮，为要互阮因着你的名行伫公义的路上。因呢，阮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要用你的拐、你的腿来安慰阮，来教示阮，来照顾阮，来引带阮。愿你伫阮的身上得到你应该得的荣光，求你善待你的百姓，用怜悯为怀，继续引带阮行正面的路站，互阮有能力离弃歹，互阮伫圣灵的引带内底进入上帝你旨意的欢喜。恳求伫即时，搁再一届因你的听，圣灵啊，恳求帮助阮，互阮同齐伫你的教示内底，心受隔礼，听明白你的话，遵行你的道，互阮的日子伫你的面前，搁再一届得到更新，得到主你的引带，得到主你的欢喜。同齐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一个真奇怪的世代，每一个世代内底有伊的特色，但是圣经甲咱提醒这样代志：对着世代经过的时阵，人会愈来愈厌烦上帝的道理，甲伊所教示咱的。因为人愈来愈厉害，但是因为人愈来愈厉害，所以呢，人就愈来愈感觉家己是上帝。但是实际上，电脑足厉害，甚至有的时阵，伊记的物件比咱更较济。但是一粒电脑无法度记遐济，但是网络全部夹起来做伙，就变。比一个人记的更较济，同款一个人无法度真厉害，但是呢，全世界的人夹做伙的时阵就感觉足厉害。然后足厉害的时阵就会感觉家己袂输敢若上帝咧，有无？所以到伫落尾的时阵迄款的情景，就伫画面内底显明讲，阮就是介厉害，阮就是上帝。这个代志毋是今仔日才发生，诗篇距离咱大概有2、3千年的时间。诗篇的第2篇内底就安尼讲：世上的君王、百姓同齐做伙，因要三甲做伙参详一项代志，抵挡耶和华以及伊所
高外圣囝弥赛亚。原来这嘛毋是伫迄个时代才发生的。对着创世纪上古史的时阵，亚当甲夏娃，咱人就拍算家己要做上帝，无爱互上帝来管理咱的生命。只是今仔日用无共款的形态来出现的尔。人三甲做伙组织，其实上帝欢喜的心意是建立一群大能的百姓来见证、来学乐。来按着宇宙宣扬，摇花上帝的能力，听从甲伊奇妙的作为。但是咱人做伙的时阵，咱确实无安尼行。咱伫个所在讲，阮家己要做王，无上帝，所以阮要家己做王。阮家己做王，阮嘛毋免上帝。但是圣经诗篇第2篇安尼讲，迄坐伫天顶的。要对天顶安尼来看到世间人，你知影？看迄情形哦，就有淡薄仔亲像哦，迄囡仔哦，伫涂骹安尼顿呆西弄了后，迄做老爸老母来看讲啊，这个囡仔较会安尼啦。哦，准是讲伊洗圣地哦，伊就会当达到伊的目的。但是伊毋知影，伊会当安尼洗圣地，是出自伊爸母对伊的疼痛甲照顾。伊的爸母嘛会当安怎？一时得。无爱插伊，甚至甲伊放杀，甚至甲伊，互伊流浪街头。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看这个世代，进前法国这几工的代志呢？啊，伫这当中呢，法国的国会伫迄个所在用780票比72票，安尼就是偌济1/10安尼呢？佫无到1/10。压倒性通过对胎权进入宪法内底，成做全世界内底第一个将着对胎放伫宪法内面的人。意思就是讲，我若要对胎，你无权利，无论任何理由，你无权利阻挡我对胎，是我家己的权利。无论囡仔。几个月伫我的腹肚内底，我要对胎，就是要对胎。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世界。然后你会当看到这张相片，这是迄一天投票决定了后的时阵，大家人伫迄个所在拍扑啊，甚至伫外口遐百姓拍扑啊。照报告的时阵讲，拍扑啊的掌声大概要持续3分钟，持续要到3分钟的久。亲爱兄弟姊妹，我感谢上帝。我今仔日吼无互对胎去，若无你就袂看到我水水的我，敢毋是安尼？哦，加在咱无互人对胎去，所以咱今仔日拢坐伫遮。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主，咱的上帝，一路保守看顾咱。但是咱用什么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疼痛？这是咱值得思考的。今仔日。伫这个世界，咱看到真侪人因已经愈来愈离开上帝，因为因已经愈来愈甲上帝无相合作的徛起。圣经讲，迄个时阵，人独要照顾家己，贪爱钱财，夸口家己，骄傲、放毒、违背父母，忘恩背义。你看这个世界的人变甲安尼。但是，敢是干那世界的人变甲安尼？保罗伫罗马书内底提醒咱做基督徒的讲：你这个人啊，撩某人啊，你论断做这款代志的人，但是你家己的所行安怎含因共款？你掠做，你会当逃脱上帝的审判吗？古早的时阵，我有看到一个故事啊，你知影天主教因就是一区一区。因个区域内底有一个这个主教，也是一个神父伫迄个所在。比如讲仙草里，比如讲咱小西门里，伊个这个神父就是廖神父。廖神父有一天为迄个所在行过的时阵，看到阿星伫遐就讲：阿星啊，你今仔日有甲人偷掠鸡啊无？阿星就讲：神父，我无共偷掠鸡。
哦，了后时阵，师傅就甲伊讲真乖真乖，真好真好。了后过去的时阵吼，一个阿兰啊，就甲伊问讲：阿生啊，你今仔日你真正拢无共偷掠鸡哦？以前拢定定共偷掠鸡，你今仔日无了，你遮乖安尼？了后阿生啊，就甲伊讲：家在哦，迄师傅甲我问讲，我有偷掠鸡无？我真仔日真正无共偷掠鸡。伊若甲我问讲哦，阿生啊哦，你今仔日有共偷掠鸭无？我就惨啊！亲爱兄弟姊妹，所以哦，你着了解咱的活命内底，有诶时阵咱无做迄个歹，但是咱做另外一个歹。但是咱咧指责别人的歹的时阵哦，咱个安怎？你那安尼会当安尼会当安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保罗提醒咱，咱有诶时阵看到别人的歹，爱翻头倒转来想咱家己，明白咱是怎样一个人。圣经内底末世证明之一，就是离弃上帝、藐视上帝的情形会安怎？愈来愈侪，愈来愈公然发生。过去的时阵是奄奄业业，即马是安怎？公然反对上帝。咱来求上帝施恩怜悯赦免。过去的时阵，宗教信仰是百姓的代志，但是今仔日，我毋知你有感觉无？咱对着3月初4，一直到3月24，咱望，咱会通为着咱台南祈祷。我毋知你要祈祷啥物话，你毋知有斟酌无？台南市过去的时阵，甲伫顶年、旧主年的时阵，咱的市长黄伟哲市长，伊做一个代志，伊致力拍拼尽全力，将过去台南县市的庙宇重新甲伊修整。过去台南县真侪在挂香的旧路，拢讲重新甲伊拍通，甲伊修理互伊好势，方便人来挂香。佮邀请高雄市，佮邀请嘉义县、嘉义市，这强庙来到台南组织。黄伟哲做一项代志，伊伫迄个所在讲，要互台南成做万神之都。真奇怪的一项代志，是基督教的信仰无法度进入到伫学校内面，但是黄伟哲市长却是讲，这是咱台南的文化，所以呢，爱全力来推行。咱有看到离弃上帝、藐视上帝的代志，是对政府咧带头咧做。是安怎咱爱起来祈祷？是安怎咱爱起来敬祭祈祷？原因就是伫遮，因为400年来，咱领受上帝恩典、疼痛甲祝福，但是咱将阳光归予偶像，归予人，互人任意抢夺上帝的看顾、上帝的恩典，但是咱感觉无啥物。有上帝帮助咱，互咱的心静应明白醒过来。过去这基督教的国家，或者是咱这称作上帝儿女的，咱的属灵价值观以及世界的价值观，是毋是同款呢？咱是感觉讲安尼，人嘛安尼，咱嘛安尼，还是咱是起来愿意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对抗、来抢、来相拼？当世界拢离开上帝的时阵，咱有迄一份信心，相信光明一定赢过黑暗，上帝一定赢过偶像无？顶礼拜咱对着以利亚伊的见证，一个人去挡850个，上帝是活活的上帝，上帝有能力、有权柄，阻止世界歹的代志发生。但是咱是毋是有诚侪亲像以利亚同款，是迄一位会当互上帝录用的迄一位？
伊利亚甲咱是同款性情的人，伊会有做毋对的时阵，伊会有软弱的时阵，伊有受气的时阵，伊有使性地的时阵。但是因为伊轻调上帝，所以上帝会当录用伊。今仔日，咱会当对着以利亚的身上学到这个轻调上帝，甲上帝三甲同工的心志也无。伊也领受上帝的话语，接受上帝所予伊的诫命，伊禁止40个日，凭着迄个气力行到上帝的面前，互上帝来高抹伊。上帝伫迄个时阵录用伊，对迄一日开始，以利亚大有能力行逐样的神迹。你若斟酌读圣经，你就会明白上帝怎样使用以利亚，甚至互人对死搁活。今仔日咱有即款的较无无？咱是较无，互上帝来录用咱。虽然我丧向，虽然我欠缺，但是上帝我伫你的国度内底是有能力的，会当医治土地，会当祝福兄弟姊妹。昨个时阵，我咱教会一位兄弟，我甲伊问讲伊最近好无？了后时阵，我伫迄个所在，伊甲讲伊最近啊，会正做无甲偌好。我心内底怎啊切一下，我就想讲上帝啊，过去你会当医治土地，以利亚伊的土地，以利沙，因为即块土地无好势，伊就伫迄个所在甲盐压落来，迄个土地就得到医治。我就甲上帝讲，上帝，我敢会当真做即款的人？以利沙当伊接受伊的老师以利亚的时阵，伊和伊的老师以利亚过约旦河，当伊要翻头倒转来的时阵，因为上帝甲伊的老师以利亚接去，结果的时阵，因老师迄领外塔对天顶安尼落落来，伊就神着迄领衫，来到约旦河，伊要过约旦河的时阵。伊甲迄领衫放伫约旦河边，了后伊讲一句话：以利亚的上帝伫倒位？约旦河的河水就安那徛起来，分做两边，伊就对迄个所在行过。对迄一日开始，百姓知影一项代志：以利亚的恩膏已经临到伫以利沙的身上。我伫昨暝的时阵，我甲上帝祈祷讲：主啊，互安乐圣教会兄弟姊妹，对着做礼拜的基督徒，诚做有一个关联能力，医治即块土地的百姓，互信仰毋是诚做阮的人物尔。上帝来帮助阮，互阮追求即款的恩膏。互阮进入伫上帝你的能力甲权柄内底，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毋是追求趁大钱，讲上帝我来用光你的名，是讲上帝啊，就是我亲像以利亚遮尔软弱，遮尔丧向无钱，但我上帝的能力是大有权柄。世间人化水的颠倒，但是上帝，我来到约旦河的河边，我要当伫迄个所在讲，以利亚的上帝伫倒位？咱会当为着人医病赶鬼，医治土地，食着咱为人祈祷，人的病会好。咱的上帝应该是安尼的上帝。总是咱是毋是变做即款的器具，互上帝来录用？咱的价值观是虾米货？咱的追求的是虾米货？我真感谢主。昨个时阵，咱第
一堂的即个基督徒生活精神，大概有要甲20位的兄弟姊妹同齐做伙来上课。牧师真意爱，嘛搁再一届恳求甲邀请，互咱六三甲做伙同齐来学习，互咱的活命进一步成做一个关灵的侍奉者，互咱对着上帝的儿女，成做真正活出上帝能力甲权柄合以路用的器具。今日咱所读的圣经，有一个人或者大笔，这个大笔伊是一个国王，了伊看到人的太太真水，当伊看到人太太真水的时阵，伊就含伊同齐做伙。买手的时阵，伊将因太太有心这样代志，想讲甲伊掠倒转去因翁。无想到因翁伫战场上咧烧战，佮发现是伊家己的士兵将军。所以买手的时阵，大笔做这样代志，伊就讲：恁大个人去攻城，当攻到战况激烈的时阵，恁就忽然退后，了互迄个士兵战死伫山场。安尼就无人会知影发现这个代志。果然将军就伫迄个所在去烧战，战到一个地步的时阵，话台甲其他的人讲话好势，雄雄退后。结果这个太太的先生伫战场上就战死沙场。了后人就转来甲伊讲，甲报大笔讲：大笔啊，迄人已经过身去啊。大笔嘛用一句真水的话安尼讲，确实战场上会容易杀死这个杀死迄个，乱战杀死人嘛是真正常。所以伫当中，这个代志就无别空。总是这样代志，就是伫当中，上帝差遣先知拿单去甲大笔讲。你做这样代志，互上帝面子挂袂掉，因为百姓会算嘛。这个太太因先生伫战场，那是安怎？伊即马走去王宫，算来算去，敢若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囡仔早产，但是毋对啊，早产嘛无早产较厉害，佫生佫较水，所以呢，百姓算来算去，就明白这项代志。所以拿单，但是迄个时阵无人敢甲拿单讲什么话，总是伊着无人敢甲大笔讲什么话，总是先知拿单着来见大笔，甲伊讲这个代志。大笔迄个时阵心内底受刺插，伊就甲拿单讲：我得罪了上帝，由上帝赦免我的罪。拿单甲伊讲，你的祈祷已经蒙应允，上帝已经赦免你的罪。了后，大笔写了诗篇51篇，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第一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内底讲：上帝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互我内面定心有正直的灵。了后，伫迄个所在祈祷的时阵，讲到一句话，讲：上帝啊，我敢会当来伫你的面前献祭呢？第16节讲，你并无喜爱祭物，若你喜爱祭物，我就献上。烧祭嘛，毋是你所喜爱。伫这个所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献祭到底是为什么？圣经伫迄个所在，邀喊上帝讲：我若邀毋免甲你爱牛公羊公。因为全地拢总是我的，并且我嘛袂要啊，因为这拢是我创造的，我超过10米以上，所以我袂要。所以你甲我献祭，你甲我献祭，大笔伫这个所在讲这样代志，讲上帝你无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烧祭嘛，毋是你喜爱的啊。献祭并毋是因为上帝欠缺阳光，献祭嘛毋是因为上帝巴肚会要，献祭是为着人两种的需要。
这两种的需要是咱人伫活命内底一定会存在。第一就是感恩。咱现在，咱会对着咱的父母讲啥？感谢。妈妈节要到啊，所以咱会买一个礼物送妈妈，还是带妈妈去食一顿饭。但是如果若是会当，牧师真意爱邀请恳求你，妈妈节的时阵吼，你敢会当陪除了食饭买礼物以外的时间，陪你的妈妈开讲半点钟、1点钟？你会发现哦，你一定会发现奇怪，阮和阮妈妈哪会遮无话讲安尼啊？煞毋知要和伊讲啥呢？30分袂输30年咧。亲爱兄弟姊妹，咱爱训练，爱训练和真正的人讲话，毋是和电脑讲话。所以，是毋是会当真正伫迄个所在？咱会有一个感恩的行动。迄个感恩的行动，你会了解，毋是迄个礼物，毋是食迄顿饭，食饭逐顿嘛会正经，对无？但是咱要安怎样，实际上，甲咱的父母三甲做伙。有一天的时阵啊，我坐一天阮妈妈的身边啊，做伙食饭。了后，迄一天牧师娘拄好咧无用。了，我妈妈怎甲我讲一句诶，害我听一个目屎拢无连落来。伊就讲吼，会当吼有一个囝吼陪伴伫身边做伙食饭，迄是偌尔啊好诶代志。妈妈，你安尼讲对哦？对啦吼。亲爱兄弟姊妹，你知影无？你诶父母真期待你陪伴。伊有你陪伴伫伊的身边，咱的上帝爱的敢是迄一份礼物，迄只牛工，迄只羊工吗？毋是，是咱真正知影，咱活的，咱所有的一切，是对上帝所来。咱会晓得知影。伫咱做毋对的时阵，上帝赦免咱，上帝接纳咱。无论你犯偌大的罪，圣经谈拄则讲啥？承认离弃罪过，安怎？上帝一定会甲赦免。古早有一首诗歌讲：主的恩典比罪恶搁较大。圣经嘛是安尼讲，上帝将咱的罪等伫深海内底，无搁再纪念。所以咱伫迄个时阵，会生出一个感恩的心，咱就会甲上帝献祭。感谢主赦免我隆重的罪过。所以你毋好搁互迄个罪，甲咱的灵性拔掉咧。上帝无互你的罪别空的时阵，是上帝互咱搁有恩典，搁有机会。上帝甲咱保守掉咧，互咱无抵到过头的见效。总是上帝用这个恩典来保守因带咱，期待互咱会当恢复伫伊面前喜乐的心。做一个乖囝，会记得约翰福音第8章迄个所在，迄个妇人人做了无好的代志，但是其实做这个代志的时阵，圣经讲啥？讲是因两个人同齐咧做这个代志的时阵，互人掠着。但是互人掠着的时阵啊，奇怪，那敢若一个妇人人送来，迄个查甫的咧，较无去。但是这个时阵，这个妇人人当台人。拢要摕石头甲伊钉好死的时阵，主耶稣扶落去伫涂骹伫遐画咧，到尾手的时阵，因伫个所在讲，照摩西律法爱甲这个妇人人钉好伊死啊，用石头甲伊钉好伊死。尾手耶稣就甲
腰挺好起来，甲因讲一句话：恁中间什么人若无做啊？摕石头，第一粒石头开始甲顶。圣经讲，安尼对着遐个年老的、甲少年的，一个一个离开去。然后主耶稣对着迄个妇人人讲：无人定你的罪吗？伊回答讲：主啊，无。主耶稣甲伊讲啥？查某囝，我也无定你的罪，了安怎？你平平安安的去。了，甲伊讲一句话啥？以后莫阁安尼做啊！这句话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疼痛。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对咱所怀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伊的期待是咱后界莫阁安尼啊！对待以后，这个妇人人，伊得到上帝、得到主耶稣所赏赐绝对的平安。但是，迄个查甫咧，我毋知影伊有得到赦免无。但是，这个妇人人，伊确实得到赦免。主耶稣亲嘴甲伊讲的赦免。所以求上帝帮助咱。第二，献祭是为着人需要救赎。这个妇人人倒转去，圣经无搁再写伊什么话。有个人推论讲，检采伊就是迄一位玛利亚。但是我感觉无啥可能，因为玛利亚介成无听到伊伫迄个所在。嫁翁婿，但是无论安怎样，人需要救赎，咱人家己的良心啊，会知影，就是华人的社会虽然无认捌上帝万军的耶和华，但是孔子先生捌讲过一句话：逆罪倚天，无所得也。意思是讲，人若得罪天，你就找无祈祷的对象啊！因为天是上大迄一位神。安尼一个情形，就是讲，人其实真知影人需要救赎，只有天才会当赦免咱、原谅咱。迄一位上介大的神，无论你认捌伊、无认捌伊，你只要得罪天，就是迄一位上大的神。那呢，你就无地通找到赦免啊！但是咱人现在，是因为上帝为咱设定一个赦罪的礼仪，大的罪来献羊献牛，小的罪送香的人献邦甲。但是上帝总是啥？赦免人的罪。所以献祭毋是因为上帝欠缺荣耀，献祭毋是上帝巴肚的枵，献祭是上帝设立救恩的方法，透过这只牛、这只羊，替我这个罪人来死。献这个罪的代价的时阵哦，无论好野善，拢安怎，拢爱献牛献羊哦。就是要甲咱讲，犯罪的代价安怎遐尼大，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明白，献祭毋是因为上帝欠缺，献祭是因为咱的需要。第二，忧伤痛悔的心是安怎遮尔重要？大笔伊伫这个所在讲，上帝啊！你所喜爱的，毋是祭物。第17节讲，你所喜爱的，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忧伤痛悔的心，你的确无轻看。所以伫这当中，伊来看一个代志。圣经咱犯罪的时阵，咱有一寡行动、一寡情景，就是咱会遮砍家己的罪。
但是咱加减家己的罪，其实咱的人生会袂亨通。圣人离弃家己的罪，伊一定会得到怜悯。什么是加减？加减这个字真有意思。第一，伊就是摕一个，后来这伫这个所在，只有一支手机啊，了你干能甲伊砍起来。啊，你敢看有着手机啊？无嘛，你就看到这个周报尔。吼，安尼这叫做加减。但是这个加减吼，有另，这是一个字面有三点。伊第二个意思较重要。第二个意思是对着灵性来讲，伊来说服家己，伊欺骗家己，伊有一个拍算，互家己干怎啊？莫插伊，莫插伊啦，好了了啊！哦，这真严重哦！啊，你也看讲哦，咱教会哦，你看你家己啦吼。有一工的时阵哦，你若安尼吼，妄食，奇怪，哪有一粒？你敢会讲啊？莫插伊啊，无要紧。毋免去检查，反正吼，伊等下就摇伊啊！你看伊会摇伊袂？你敢会甲伊莫插伊？你等一直甲伊讲无啦啊！迄无要紧，迄就是我昨困了较无好尔。啊，过一个月愈来愈大粒啊，无啦，迄就生声会大。你敢会安尼讲？你绝对袂安尼讲嘛！吼，紧来安怎？甲婉婷讲，婉婷啊，紧来帮我挂一下号咧，看倒一个医生较好。对无？咱一定是安尼啊，罪也是安尼。所以咱若无去面对，无去处理，伊就会愈来愈大粒。所以这就是加减。想要说服家己，想要伫迄个所在讲啊，这无要紧，但是实际上这是无好的。今仔日的世代内底啊，咱需要爱面对这个代志。另外一项代志是啊，有的人会安尼讲，信啥物话拢总共款。但是这句话其实是一个真无好的话，特别咱真做上帝的儿女啊，这句话爱真细致。讲信啥物话拢共款，哪有共款？来，有两个字啦吼，或者一个或者爸爸，一个或者妈妈。我是人的爸爸，啊，你嘛是人的爸爸，吼对无？啊，阮囝来叫恁爸爸，啊，恁囝来叫我爸爸，啊，无要紧啊，大人拢共款，啊，敢有共款？啊，无换恁囝来叫我爸爸，你听无？是绝对无共款的啊，哪会有共款？共款都无共师傅咧。所以咱爱真清楚，咱甚至会当对这个人该分拆、该说明。你若讲信啥物拢总共款，啊，无就来信耶稣啊，啊，都拢共款嘛，对无？啊！你既然讲共款，啊无咱来信耶稣，爱个无爱，安尼就是表示无共款嘛，对无？所以就是因为无共款，所以你有一念嘛，对无？这佛教讲啊，你有这一念啊，一念伤过重啊，所以你无法度改变过来。啊，一念伤过重是毋好呢，所以你毋好一念遐重，你要来改来信耶稣，一念都袂遐大。就是因为无共款，请会记哩。毋是信啥物有拢总共款，其他的神明，就是你互伊做客囝，伊嘛毋是你的老爸，伊敢若是啥？客约上苗，客约是会当拆掉的哦。耶稣基督和咱做伙，毋是用客约哦。耶稣基督甲咱做伙是用伊的血来救赎咱的生命。咱真做上帝后生查某囝。这是一个事实，这有这名约，毋是有这客约。客约是啥？客约就是阮这个代志煞啊，就了啊。吼，这个生理做了，客约签的，好生理煞，好客约煞了啊。但是名约是啥？名约是一世人，甚至到我行顺顺。所以圣经内底讲一句话，讲啥？敬畏我、听叹我话语的人。我耶和华要赐福伊，甲伊的子儿孙，直到啥千万代。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是足无共款，完全无共款。所以伫这当中呢，大必伊讲一样代志：上帝啊，我伫这所在来仰望你，伫这个世代内底，你互我会通进入你家己的美好。那活命内底有的时阵，咱会感觉咱的心受说服，咱就甲这个世界共款。了后，咱会伫个所在讲啊，逐个毋是拢总安尼，
信耶稣毋免信甲遐认真，啊，逐个毋是拢总安尼。亲爱兄弟姊妹，毋好定讲即句话。咱是有思想的人，我毋是趁人安怎。古早的时阵啊，牧师娘啊，迄阵啊，伊住伫枋寮啊，因阿舅啊，住伫即个乌龙吼，就是迄个原来滨东县迄个所在，一个渔庄。了的时阵吼，牧师娘啊，信主要受洗，啊，阿舅吼就走去甲伊讲兰啊，你莫安尼吼去趁人的信耶稣啦。好，牧师娘听到即句话就毋愿啊，就甲伊讲，啥物咧趁人？我毋是趁人的，我是想过的。亲爱兄弟姊妹，你信耶稣敢是趁人的？哦，你莫趁牧师的呢？哦，了牧师啊，我甲你说吼啊，听讲你即个圣诞节吼，即个过偌节你要到啊，无人报名。牧师啊，来，我甲你报一个名咧，啊无你安尼业绩挂零，介歹看。亲爱兄弟姊妹，你莫安尼，你绝对莫安尼。你信耶稣一定要真明白，信耶稣三个重点：第一，咱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咱是人造归宗；第二，伫这个世界无有任何的救赎。独耶稣基督是咱的救赎，因为伫天下人间无赐了别的名，咱会当靠着得救，所以耶稣是独一的救主。第三，圣灵会伫咱的心中引带咱，所以信主耶稣的人有圣灵陪伴伊，伊会当分辨出来真正的好，甲稳重的歹，所以。活命内底有这三个祝福，这是信主耶稣，毋是别人替咱决定。信主耶稣介大一个代志，今仔日咱阁会当斟酌一个代志，就是咱爱真正认捌，这是咱的权柄，是咱的选择。咱无法度将着咱也无法度，咱也无应该将咱的选择权给放伫别人的身边。就亲像讲有一天啊，我招工会兄啊，讲工会兄，你最近手头较暗无？工会兄甲讲有啊，我甲伊讲哦，工会即事我来讲，牧师手头最近嘛足暗，无哦，迄西门路遐哦，有一间哦，迄。金仔店，咱做回来。工会兄就讲：安尼咁好，我就甲伊讲：你的烦恼，我做牧师我就敢抢，你煞唔敢？你接受尔，你煞唔敢抢？哦，又怎讲？好，啊无咱来。结果啊，好拄好唔拄好，两气拢互你来。了的时阵哦，工会兄就甲警察讲：啊，毋是我爱来啊啦，迄牧师招我来啊。你想讲警察来甲伊讲吼，安尼介可怜呢？你讲你想讲警察敢会安尼甲讲？绝对袂嘛！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无应该将咱选择的权柄放伫咱的儿女，因为咱将来要面对的是迄一位永活的上帝，迄一位伫咱的活命内底疼惜咱的主，咱的上帝。上帝真无期待咱甲伊隔离开。上帝真意爱咱，使用伊互咱的权柄，了咱会当甲伊同齐进入伊为咱预备上帝永远荣光的国度。所以你莫伫迄个所在感觉讲，哎呀，安尼别人拢安尼，你莫想讲别人安尼。真侪时阵啊，别人安尼啊，只是安怎？因为人也无发现其中的动容，所以就咱是有智慧、属天智慧的百姓，咱应该伫主面前知影怎样倒转来超找上帝的救恩。圣经讲，人若无承认家己的罪过，人若暗藏家己的罪过，就亲像透中昼的时阵找无路，就亲像痴迷的人。伫迄个所在，毋知要对倒位去，
所以伊的人生是袂幸通的，伊会继续遭受欺压、抢夺，无人搭救，拢是因为伊虽然相信上帝，但是伊的心无有真正来归向上帝。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讲，耶和华上帝的手骨并无缩地，袂当拯救。耳孔毋是动耳，无法度听见，是人的罪孽，互人甲上帝隔绝。人的罪孽，互上帝暗面无要听咱，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做歹要继续做歹，无愿意悔改了求上帝，就亲像我和江伟兄，阮两个人要去抢劫的时阵，佮甲上帝祈祷哦好势。上帝啊，拜托你上好，想帮助阮，抢无5斤，上少嘛抢1斤啊！你想讲上帝敢会安尼听我的祈祷？若甲安尼的时阵，这个上帝就毋好相信啦。所以圣经内底讲啥？咱因为家己的罪孽会受罚，总是安怎会发怨言呢？咱应该深深考察家己的行为，再来归向耶和华。咱爱诚心向天顶的上帝祈祷。诚心这个字，就是甲摊拄仔所讲，忧伤痛悔的心。上帝，我过去做了毋对，今仔日我恳求你赦免，加添我的亏难，互我会通拒绝罪恶，离弃罪恶。摊拄遮，咱是毋是有同齐做伙用主祷文祈祷？主祷文讲，救阮脱离迄个歹的，这就是这款诚心的恳求。所以，人有可能通过宗教行为、做礼拜、唱诗歌来满足宗教心，这是容易的。但是，只有真实悔改的心，安尼咱才有法度实际去经历上帝赦罪的恩典。上帝会为咱做清洁的心，上帝会互咱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个时阵，咱来献祭，迄个献祭就会甲活命产生新的精神来烧念。迄个献祭就毋是出于宗教的行为，是诚心的感谢上帝，是知影上帝要搁再一届接纳我。所以大笔的祈祷，伊是上帝讲：主啊，迄个时阵。咱来看，所以你甲看伫这个所在讲，伫18节讲，求你照你的美意善待锡安，起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句话的意思是讲到大笔伫伊的京城，过去的时阵，若无上帝保护，我所有的产业会安怎？会放弃，会无去。一个人若无有上帝甲伊同在，伊所拥有一切的产业，终其落尾，安尼一直消磨，一直消磨。但是，当咱认罪悔改，你毋是去甲别人讲，是甲上帝讲，求上帝赦免，并且咱也恳求圣灵，因带咱，互咱有能力拒绝遐罪恶，拒绝遐歹。安尼，咱的产业安怎样啊？代表讲，上帝啊，你会照你的美意善待锡安，起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上帝有听大笔的祈祷无？有无？有无？实际上有啦，但是你想人唔敢承认。我跟你讲，证据伫倒位？证据就是上帝买手的时阵，是毋是大笔甲上帝讲：上帝啊，我要为你起圣殿。上帝就甲伊讲：哦，你这个婚约无，但是安怎？你的囝所罗门安怎会当为我起圣殿？所以大笔到伫落尾，为着上帝的圣殿积聚啥？真济真济的建材。了到伫伊的囝的时阵安怎？迄个时阵，伊起造耶路撒冷，上帝互伊伫列国当中享有圣名，全地的人拢知影耶和华上帝甲大笔的子孙所罗门同在，就是啥？上帝求你照着你美好的旨意，善待锡安，你来起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上帝有赦免大笔无？有。有搁听大笔的祈祷无？有。
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毋是讲咱继续随意去犯罪，我是讲咱离开所行的歹，咱的产业就会得到上帝精心的照顾。无一定是伫我这一代，但是我的囝儿孙一定会得到上帝的祝福甲恩赐，因为上帝欢喜赦免人，恩赐人行义的路，敬畏耶和华上帝。上帝祝福伊，对伊的囝甲孙直到千代万代，这是上帝的欢喜，这是上帝伊的意爱。所以咱伫主的面前会当三甲做伙，安尼来警醒。伫即款犯罪的人，你该看对着第10节开始，一直到第15节，对着第10节甲第15节开始。你看，你只要把这张图用互伊清楚，你就明白对第10节甲15节到底在讲啥。伊伫咧所在讲是，我是一个犯罪的人，我是一个犯罪的人。但是上帝伊的意思毋是爱灭绝咱，上帝是期待咱对罪中回转，所以咱呼求上帝，祈祷上帝，求上帝为咱做清洁的心。上帝有赦罪的恩典。了，伊就想使咱安怎内面定心有正直的灵，含伊相连做伙，连做伙了后，咱安怎会当搁再一届得到救恩之乐？咱有当有感谢的对象，咱有献祭的对象，咱会当有一位陪伴咱、听咱祈祷的上帝，牵咱的手行人生道路的主上帝，咱会搁定心恢复，得到这款救恩的欢喜甲福气。了，咱也会得到圣灵的扶持，咱会当去分辨出来上帝的无欢喜，咱会当了解上帝的意爱。上帝咱所怀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上帝毋是要灭罪咱，上帝到伫如今存留咱的活命，是要互咱会当有悔改的机会。所以圣灵的扶持咱有时会软弱。但是圣灵要帮咱，互咱照顾，互咱会当明白伊的听。安尼，咱一摆一摆去经历上帝的恩典，上帝伊就会当互咱借着咱过去的软弱，伊精心改变咱，咱会当成做一个宣扬上帝救恩的人。去甲什么人讲？去甲迄个犯罪的人讲。迄个犯罪的人也要得到上帝的同在，怜悯、定心，找到上帝。互上帝的救恩临到伊的身上，互圣灵伫伊的身上引带伊，伊要成做一个宣扬救恩的人。以后伊也要去甲遐伊陷落伫罪恶内底的人分享讲，上帝捌安尼救我，你嘛会当来谈看卖主恩典的滋味。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咱的上帝，有恩典。有怜悯，有疼痛，所以咱的献祭是出自心内底的献祭。你唔好讲上帝啊，我无法度互你路用。上帝会当使用上软弱、上卑微，甚至上见效的人，伫伊的身上。显出上帝上大的怜悯、上大的疼痛，甲上大的救恩。总是我的意思，毋是讲安尼，咱就去做歹。其实，大必伫的人生内底，原本会当为上帝去做圣殿，但是上帝甲伊讲，你失去这个祝福。这个祝福已经安怎？伫你的囝身上才会当显明出来。所以，伫咱的活命内底，有一寡祝福的失去，毋是上帝无爱互咱，是因为咱迄个碗，咱迄块熬啊，起起去。你看安尼吼，即块熬啊，若是遮尔悬对无？原本伊会当底甲遮尔满对无？
但是结果的时阵哦，我伫迄个所在讲破一空，安尼请问水会当滴到遮，还是滴到遮？一定是滴到下骹遮尔。就是我的阳光安怎，敢若会当存到遮尔。但是上帝犹原听我，犹原怜悯我，安尼各位听有这个意思吗？所以唔好互家己落入去伫罪恶内底，因为有一寡祝福会无去。但是上帝犹原听咱，当咱有忧伤痛悔的心，回转归向上帝。大笔诗篇内底讲：耶和华，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你的名。我要伫百姓面前，你行我许的愿。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这的日子，无论咱过去有什么款的失败，今仔日重新倒转来上帝面前，上帝犹原会当用你用我，用上卑微的咱，成就伊上大的救恩。你莫讲我年老啊，你莫讲我未堪一啊，是。我老啊，我嘛未堪一啊，但是爱会记得，上帝犹原会当用上界软弱的器具，成就伊上界大的救恩。咱三甲阿头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愿伫你的面前仰望你的听，感谢你将到你的话语赏赐互阮。为阮做清洁的心，互阮内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并且因着圣灵的扶持甲同在，互阮会通拒绝过去的歹，拒绝所有的歹。求你救阮脱离迄个恶者，引带阮进入你的圣洁，通互阮的阳光无搁再失去。求你来恢复阮，互旧的代志过去，互新的恩典临到阮每一个人的身上，互阮犹原得到救恩之乐，互阮伫百姓的面前宣扬见证，你为阮所行、所赏赐互阮的救恩，何等的大，何等的丰盛！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唔知在咱当中有信爱兄弟姊妹无？是无？咱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靠主的恩典做新造的人，伫伊的救恩中见证伊的性命。咱三甲做伙起立，同齐来奉献，用感恩的心，甲主三甲同行。我称颂耶和华，我歌曲向求宣扬。我儿了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敬拜儿了永无线。万恩的君，万恩的王。我拍落伫你宝座前，古在今在永远的主，独独你堪受一切荣耀。阿罗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曲向求宣扬，我阿罗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诚心敬拜永无线。我阿罗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曲向求宣扬。我阿罗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
我诚心敬拜永无线。万军的军，万王的王，我拍落伫你宝座前。早知今知，永远的主，独独你堪得尊荣甲荣耀。我学了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鼓双手宣扬。我学了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诚心我学了耶和华，我学了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鼓双手宣扬，我学了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诚心敬拜永无线。愿主耶和华上帝照伊极大永远的疼痛，为你做清气的心，互你内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照伊的话，照伊的信息所讲，赦免你所有一切的罪过，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因着圣灵甲你同在，你也无搁再纪念家己的罪愆，通互上帝的喜乐、能力甲恩膏充满伫你的心上，祝福伫你的家庭。互你甲你的囝儿孙世世代代享受耶和华上帝能力、恩膏甲伊救恩的同在，对即时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今仔日咱第一场的主日崇拜就到这，上帝祝福大家平安。